醫之處係一個免費嘅手機網頁應用程式，我哋嘅服務範圍包括發布相關醫療資訊，等大眾市民對一啲常見嘅醫學議題有更加清楚嘅認識。程式裏面包括有小腸氣同埋肝癌嘅初步自我評估系統，病人可以因應佢哋嘅病徵輸入資料，利用呢個系統得知佢哋嘅病情同埋相關可選擇嘅治療方案。最主要係我哋有雙向溝通嘅功能，無論你係需要一啲醫學意見，又或者你做咗啲檢查想尋求他方嘅評估，同埋知道有咩醫療選項，又或者你有啲情況需要私家醫院床位入院治療，又或者你想揾某方面嘅專家去治療你嘅疾病，都歡迎你聯絡我哋。我哋係有專人審核你嘅資訊而專責回覆俾你。我哋並不是人工智能自動回覆。本服務並非用於急症情況，如果閣下遇到急症情況，還請撥打919緊急服務，以免延誤治療。請安裝醫之處應用程式落你記手機電話嚟聯絡我哋。你可以使用蘋果手機或者其他手機。請用你的手機瀏覽器登入我們記網站 https://yourhealthpillar.com， 或者掃以下的二維碼嚟進入網頁。當你用手機瀏覽器進入我哋的網頁後，喺右上角點擊3點的掣後，反動到下方，點擊 Add to Home Screen 或新增到主螢幕的選項，程式的快速按鈕就會安裝在你的手機頁面上。蘋果手機用戶用手機瀏覽器進入我哋的網頁後，請點擊螢幕右下角的3點按鈕，然後點擊共享按鈕，向上捲動選單，然後點擊加入主畫面按鈕。之後螢幕會顯示加入主畫面的頁面，請點擊右上角的加入按鈕。完成安裝後，你就會見到醫之處記圖標喺你記電話頁面裏面。呢個圖標方便你可以快速存取。點擊後進入網頁，請使用你的 Google 或 Facebook 帳號，或點擊下面的 Sign Up 選項，用你的電子郵件，並設定新密碼註冊此應用程式。有一組驗證碼會發送到你的電子郵件帳戶，確認後程序便完成。呢個係一個免費應用程式，發布健康相關資訊記平台，裡面亦有自我評估工具，用於評估腹股溝疝，又稱小腸氣和肝癌等的疾病。患者可以輸入症狀，以獲得初步評估。系統評估後可以俾患者了解一些可供選擇的治療方案。你可以點擊連結去瀏覽我哋嘅相關服務和相關影片。你亦可以啟動推廣通知，如果有任何推廣活動，可以獲取通知。呢個應用程式設計的另一個特點就係支援雙向溝通。如果你有任何簡單的醫療問題，只要點擊聯絡我們，就可以向我們諮詢。我們會有醫護人員審核你的問題，而給你適合的指引，包括初步病情的評估，又或是安排醫院床位入院治療。如果你想揾相關領域嘅醫生，我們都可以盡力將你轉介俾該領域嘅知名專家醫生。一切由真人回答，並非人工智能。我哋呢個應用程式不會收集任何個人資訊，一切服務都係免費。所有專家醫生亦與我們之間沒有任何合約關係。